8月2日，英皇正式宣布紅館檔期改為 Kenny 個人演唱會。於是2019年9月 Kenny is Born 關智斌演唱會正式誕生。我都唔知點形容呢2個月嘅心情，即係太多嘢都太 dramatic。呢場 show 成為 Kenny 出道17年以嚟第一個個人演唱會。Kenny is Born 演唱會正式加場。雖然時間倉促，但 Kenny 得到好友嘅力撐。Twins 古巨基、容祖兒、張敬軒令到演唱會成功舉行。喺後台 Kenny 呢一班好朋友一直陪住佢，直到踏上舞台。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。Kenny 多年嚟嘅努力，終於換來舞台嘅認可。Boys 嘅光環已經退去，但係 Kenny 喺呢一刻正式重生。自從醜聞爆發之後 ，Stephen 完全喺香港娛樂圈消失。當大家以為佢會痛改前非，重新振作嘅時候，卻爆出佢欠債唔還，甚至被指拖欠圈內好友金錢。後來我發現原來他在說謊，我就把他拉黑了，我連錢都不要了。